999很好，小向阳真欢喜阮服务。小姐，我副卡附近嘅路灯坏白咧，按补头都看唔到路。歹势，虽然人讲人无事事好，日无夜夜炎，还是爱夹夹翻扬。好，我念系统翻扬。先生，很贵声。我想江先生很好，请问住所在哪位？都向學街同落學街嘅上岔路口。請問單槍一拍，也係幾下拍都無錯？一拍天人。好，同記錄一拍。請問有看到路燈變好冇？我看一下。好。上坡編號係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。請問路燈係 LED 燈，也係黃光天火球 ？LED 燈。好，冇問題。張先生，方便留你個聯絡電話冇？我個電話係0、1、2、3。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同張先生核對一下，反映界向學街同落學街界送岔路口，有一排 LED 界路燈快拍。路燈編號係1、2、3、4、5。張先生嘅聯絡電話係0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冇唔錯。請問講好了後，愛發簡訊回覆唔冇？唔是特別回覆，落啦提醒我哋會將人家聯絡電話交俾相關單位人員，假使有特殊狀況，會同聯絡。需要列項案件編好冇？好，麻煩提供俾我。張先生，閣再麻煩記一下，案件編號係 B 1、2、3、4、5、6。B 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請問還有其他細件業務是得阮服務嗎？冇咧，小姐，麻煩落力，將近比有一個好人。